主后2022年10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活咧也是死去。圣经启示录第3章，咱要对第1节来听读到第6节。你着写批互撒狄的教会的天使讲：有上帝的7个神甲7粒星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人讲你得活，其实是死。着醒起来，加强得要无去的气势啊！因为我看，伫我的上帝面前，你的行为还无完全，所以着记得你所领受、所听到的，着遵守，着悔改。你若无醒起来，我会亲像贼来，你一定毋知我什么时会来到你遐。毋过，伫撒狄还有一寡人，因的衫无拍拉衫，因会穿白衫甲我做伙行，因为因袂堪得。得胜的人相款会穿白衫，我一定袂对换名册甲伊除名。我会伫我的爸甲伊遐的天使面前公开认伊的名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话。以上，活着也是死去。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第2章第1节，是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写互7间教会的批信，显明对遮个教会的启示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互撒狄教会的信息。耶稣基督是全能全知的主，所以清楚知影所有教会的表现，当然也包括撒狄教会。有一寡人看见撒狄教会的表现，认为这间教会充满信仰的生命甲活力。主耶稣却认为这并毋是事实的真相。主耶稣会当看清楚撒狄教会的内在，知影这间教会已经伫灭死动害的边缘。主耶稣在世捌经历死亡的痛苦，因为上帝的大能对死搁活。撒狄教会看起来若像是活，却是要死的教会。这两者拄好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搁活的主耶稣劝勉这间濒临死亡的教会，必须要赶紧苏醒起来，互教会的性命通持续直到世界的落尾。主耶稣透过约翰特别提醒撒狄教会的信徒，除了爱专注聆听、捌牢记牢主耶稣的教示，还着爱切实遵守这个教示，并且谦卑诚实悔改。因为主耶稣的来临要亲像贼相款，互人无法度防备，也是正确有测。相信上帝的人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经常保持警觉的心智。虽然约翰对主耶稣领受到的启示，对撒狄教会有真侪批判，毋过教会内也有一寡人要受主的称赞，因无受到任何的污染，因的衫因为羊羔、主耶稣的血清气搁白，得到主的称赞和应允。伫遮描述的可能是指，因为信仰基督顺道的人，最后会得领受尊贵和荣耀的白袍。约翰甲耶稣基督描述甲亲像天顶的经学教师，拥有对生命册留存，也是删除人生命的权柄。会当伫生命册留名的标准在伫，这人的一生毋捌互可怕的受欺骗。会当伫生命册留名的人，必定是
互羊羔的血洗净，阁会通抵抗兽的有害的人。主耶稣伫天父上帝和天使的面前，必然公开承认，这人是属伫伊的子民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毋但对撒狄教会，也对现今的教会提供互人深省的提醒。有时阵，基督徒简单在意追求教会的外在表现，却无真正看重教会内在的本质。为教会检测外在光鲜亮丽，其实内在已经丧失信仰的性命，家己也毋知。这款的教会需要赶紧转来到上帝面前，谦卑搁真实悔改，我靠圣神的气力苏醒起来，才会通持续信仰的活泼生机，成做主耶稣忠实的见证。安静思想家己参与的教会，是具有活泼的信仰生命力，也是已经濒临死亡咧。安静思想家己参与的教会，是具有活泼的信仰生命力，也是已经濒临死亡咧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祈求你的话语亲像明镜，互我看见家己的软弱和有限，求你赏赐勇气、活力甲力量，互教会愿意谦卑悔改，顺服你的旨意甲带领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